我刚才听到了很大的声音，你是不是正在搞装修，把什么东西弄到了地上？如果是的话，现在正是休息的时间，我希望你。高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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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，高山？你送我过来的。你为什么骗我？啊？你为什么骗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谁？你接近我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垮秦生生？你就那么恨我爸，那么恨我吗？高山，你放开我！我永远不会原谅你，永远不会！不要！对不起。故意的吧你？没事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我不要紧。对，是不要紧，再发烧就进手术室而已。高山，我以为你足够理性，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没办法呀，孙俪等着抓我把柄呢，我必须做到滴水不漏。明天之前我得把工作全部完成。随便你吧，我看你命挺硬的，经得起折腾。哎，刘旺，谢谢你还关心我。之前租房子的那个事情是我不对，我没有顾及你的感受。如果你觉得有被轻视的感觉，你别误会，那不是我本意。我还以为高山代表着正确，不容置疑。我错了，行不行？我改。你怎么改？你之前不是说过本来就是错的事情，怎么改？所以说嘛，我之前都是错的，而且我不承认我们之间感情有问题。你放心，我会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调整到最舒服的相处方式。你可以不前进，不关注，但你别逃到我看不到的地方。给我一个机会。你松手。你要回去了？我回去拿资料。你家密码多少？你早点回来。是，遵命，大师。喂，坐，坐，坐。干嘛？你不回去了？我等会儿发微信让娜娜把资料送过来。哦。你笑什么？没有。那你等会儿把那个资料分我点，不然我坐着挺没意思的。嗯。你笑什么？你是不是怀疑我的能力啊？好歹我是跟过天使轮候选人跑过1个月的，我还是懂一些的。好，我知道，你厉害，你最棒。